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的9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5篇，箴言第8章第1节到31节，马太福音15章21到3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正义的道路。有人批评耶稣基督伫今仔日这段马太福音的记载，伊对外邦的妇人人，就是迄个迦南的妇人人，真无礼貌。除了伊讲我奉车不过是为着到以色列家麦实的羊遐去，伊又搁批评外邦人讲，毋通摕儿女的饼等互狗来食。这段其实伫新约福音中间，会通讲是真困难了解释的一段圣经之一。到底耶稣真正的意思是啥物货？伊敢真正看袂起外邦人吗？伫今仔日的马太福音的经文中间，有几项代志要请兄弟先来注意的。第一个地点，伫今仔日咧讲泰尔甲西顿到底这是咧讲倒位？其实有伫共款伫马太福音11章21节这个希腊文共一字翻译做推罗。这个所在是拿弗他利的西北边，挖地中海的所在，是黎巴嫩山脉西边这个区域两个城市推着伫个较西顿伫顶悬。这两个名到现在拢继续用这个名啦另外就是讲，当这时这个所在属伫非犹太徛起的外邦的所在。咱若准搁头前来看马太福音15章头前这段落，甲咱讲耶稣对耶路撒冷来离开，了后来前往这个推罗佮西顿。有迄个感觉是离开犹太的地区，来到伫外邦的地区，这个真重要。伫结论的时阵，咱会来讲到。第二个角度，咱看到迦南的妇人人，当然这是指外邦人。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推罗西顿外邦的区域，当然是一定会拄到外邦人。第三，经文中间有讲到迷失的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。其实伫马太福音10章第5节到15节，这段的经文记载，咱已经看到耶稣基督差遣12个门徒、12个使徒出去传平安的福音。耶稣基督吩咐因毋通去外邦，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写伫后壁的经文讲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遐去。但是咱爱注意，伫这段5节到15节上落尾2节14、15，遐有讲到一个真重要的话，迄个咱讲的转变的点。既然无接待恁的、无听恁话的人，恁离开迄个家或者迄个城的时阵，就甲骹上的土站落去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当审判的日，索多玛、俄摩拉所受的，还阁比这会较简单。已经咧讲到救恩离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。第4项，伫即内底讲到狗，
真侪人咧解说即段圣经的时阵，会直接跳去讲犹太人用狗来形容外邦人，这无毋对。但是希腊文有分做两个无共款的意思。第一个是 kunarion， 即个是细只狗仔，也是讲咱咧讲的伫厝里饲的狗仔。现在人来讲叫做恁兜饲的迄个小帕比啦吼，宠物狗啦吼。希腊文有另外一个字来讲狗，即个字叫做kuon， 还是 kunos。即个字的意思是讲，亲像中东的文化中间对外邦真轻视的语言讲，迄只狗，吼。即个伫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讲着讲，毋通甲圣物互狗，即个狗的字就是 kunos， 还是 kuon。毋通将恁的珍珠放伫猪的面头前，恐惊因吞啖珍珠，我倒转来咬恁。猪咧代表是外邦的神明所祭拜物件，吼，这嘛拢在讲外邦，这就是迄种的较轻视的话吼。但是耶稣对这个迦南的妇人人所讲的，毋是这个字。耶稣是毋是讲轻视的话，其实值得咱再思啦吼。伫即个中间，儿女，耶稣讲的讲，哪会当甲饼吼，互即个狗，应该是互儿女啦吼。伫即个所在是咧讲的是犹太人。即个饼呢，是指福音，还是指耶稣基督本身？即个刀顶呢，指犹太地，还是讲以色列家？即个妇人人甲耶稣讲迄个刀顶落落来饼吼，互儿女食刀顶落落来饼吼，狗嘛会当去食啦吼。迄个意思就是咧讲着，当福音开始离开犹太地耶路撒冷，进入伫推罗西顿外邦的所在的时阵，就已经都无搁伫刀仔顶啊。所以，什么人愿意去接受即个饼的人，就食着啊。吼，这是迄个妇人人所讲的话。所以重新来检讨马太福音10章了后，以色列家就是耶稣派12个学生出去了后，咱看去即个以色列家丧失的人，因出啥物款的问题？咱只有记一个咧，马太福音11章21节到24节。咱看经文讲哥拉辛啊，你有何？别塞大啊，你有灾厄啊？因为伫恁的中间所行的异人，若行伫推罗西顿，因早着皮毛啊火解啊，三火夫就火解啊。所以我甲恁讲，当审判日子到的时阵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恁搁较简单。加别龙啊，你已经升到天顶，将来必定要来坠落去到阴间。因为你伫迄个所在所行的基数若行伫索多玛，佫会当存到今仔日。但是我甲恁讲，当审判日子到，索多玛所受的比恁佫较简单。这是咧甲咱讲，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已经拒绝无互耶稣基督接受啊！迄就是迄个蘸涂骹，甲迄个土粉蘸落来意思啦。所以当咱看到耶稣基督在学了迦南的妇人人的信心的时阵，伊也共款答应伊讲，照你所爱甲你成全。所以迦南的妇人人的查某囝就得到医治。箴言第8章的经文，咱看到迄个呼召，伊讲智慧敢无咧呼叫，聪明敢无咧发声。伊伫路边悬的所在，伫12路口，伫城门边，伫城门口，伫城门洞
大声喊：众人啊，我叫恁，世人发声。但是以色列家的人并无伫听，所以耶稣基督将福音带转往外邦，离开耶路撒冷去到推罗西顿，就是对岛顶落落来涂骹。嘛是安尼，保罗时常讲的，生是希伯来人，尾仔是希腊人。外邦的福音是上帝正义的道路，提供互遐听到并且有坚定信心、愿意行伫正义的路顶悬的，亲像迦南的妇人人，还是讲咱讲外邦人。